獲委任為香港科技大學醫學院創院院長嘅李敬全同校長葉玉如等一同見記者。李敬全係國際知名臨床醫學科學家，喺香港土生土長嘅佢，期望新醫學院可以訓練出有科技知識嘅好醫生。佢哋唔止有非常好嘅醫術同埋非常好嘅醫德，佢哋仲要有科技嘅知識同埋有創新嘅諗頭。當佢哋出嚟做醫生嘅時候呢，佢哋唔止係要做好嘅醫生，仲要可以無縫地咁樣參與呢個創科嘅經濟。如果呢間第三間醫學院做得好嘅話呢，佢哋唔淨止可以響香港同埋大灣區有貢獻，佢哋仲會可以影響全個中國甚至全個世界嘅。我已經離開咗香港好多年㗎啦，好多年嚟 actually 我而家有機會返到嚟我土生土長嘅香港，仲有機會貢獻回饋社會呢，係令我非常感恩嘅一件事嚟嘅。李敬全兼任美國史丹福大學醫學院放射學系教授，係伊利諾伊大學厄巴納香檳分校醫學院創院院長、榮休院長同埋榮休教授，擅長生物醫學創新，持有20項喺美國、澳洲同埋歐洲註冊嘅專利，並創辦以科研成果轉化為基礎嘅企業。佢相信過去嘅創院經驗對現時嘅工作會有所幫助。其實呢，你做過一次之後呢，你嗰啲經驗呢係非常難得嘅。你創立一間醫學院有好多嘅難題嘅，所以呢，我嘅經驗我諗唔係100% 可以嚟到香港使用嘅，因為香港有佢獨特嘅醫療體系，好似你話齋，同美國嘅醫療體系係非常唔同嘅。但係呢，我一路以來都有同香港嘅醫療界有接觸嘅。葉玉如話：今次任命係歷史性嘅里程碑，同我哋科大一直以嚟所推動嘅跨學科合作，同埋醫學院好重視嘅呢個醫療創新呢，係高度咁契合嘅。李教授加入我哋科大，係為我哋帶嚟呢需要嘅國際嘅經驗啦、創院嘅實踐嘅能力啦，同埋呢亦都對科技去驅動醫學教育嘅遠見。咁我對佢帶領我哋科大醫學院呢係充滿信心。科大計劃2028-29學年收第一批4年制第2學位醫科生，早前就醫學院院長一職進行全球招聘，候選人超過100人，涵蓋北美、亞太同歐洲嘅10個國家同地區。香港電台記者鄧君柔報導。